过半个月就是中元节，也毋过最近猪肉价少一定起咯。7月中，猪肉1公斤的大卖价是90块左右哦，这几天已经起价要100块咯。宜兰、新北、南投、佮云林、佮嘉义这个县市哦，即卖大卖价拢已经超过100块咯。农业部长陈吉仲是表示讲，猪肉的起价主要是因为国际原物料佮短期供需的影响。也毋过哦，部长嘛强调讲，国内猪肉的供应量是无问题。14早起的菜市啊，民众伫咧猪肉当拣肉，离中元还阁有半个月，猪肉价少却已经慢慢咧起。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6月猪肉挂价平均1公斤是90.69块，7月是92.27块，8月到目前为止是96.84块。不过12日迄天，猪价已经来到99.69块。肉又这么贵，又这么贵，对，就多买菜，多吃菜。事实上，新北、宜兰和南投等部分县市，12日迄天猪价已经超过100块。毋但猪肉愈来愈贵，连肉麸这加工品价钱也对咧压悬，同款的钱会当买的量是愈来愈少。200的就吃了几天了，现在买150就是算了呀。物料上涨嘛，运费贵嘛，运费贵，养猪的人相关因来饲猪的人变较少，猪少就贵。甲猪肉称重，准备做假肉，摊商讲等到中元买的人变侪，猪肉恐惊阁会起价。农业部长陈吉仲则是解说，最近猪肉的起，主要是受到国际原物料价少影响。猪价的这个波动呢，很多是受到所谓的原物料的价格上涨，还有短期的供需的波动。那长期而言，我们跟农民保证的绿灯区还是这样的一个供应。陈吉仲强调，今年猪肉的进口量比去年较侪。农业部也继续点算，确保国内猪肉伫年底进前拢会当稳定供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